半餐班係一款 EMG 仿生手啦，目標係透過大數據去建立一個龐大嘅資料庫，去大幅度縮短咗收集客戶嘅數據、調整同定製機械手嘅流程，協助使用者可以更加快適應到新嘅裝置，令到機械手可以精準地貼合咗使用者嘅神經信號，執行相對應嘅動作。而機械手嘅外部係使用咗 3D print 嘅技術去製作，而最初嘅圖紙係來自購自於網絡嘅手部模型，然後自行修改加入一啲可以活動嘅關節。由示範嘅影片嗰度可以見到啦，手指係以魚線嚟串聯，後方係以伺服馬達轉動去拉緊魚線，就好似釣魚收線嘅原理，帶動手指彎曲。喺硬件方面，我哋使用咗 Arduino 主板搭配 Arduino EMG 機電感測器同伺服馬達。程式部分分為幾個模組。首先喺 Arduino 編寫編程嗰陣時，設定咗機械手接收信號嘅頻率上限，依據唔同嘅頻率觸發相對應動作。其次喺 VS Code 建立資料庫，收錄唔同年齡、性別使用者嘅數據檔案。客戶完成測試之後，系統就會喺大數據裏面尋找與其動作信號頻率相近嘅檔案，經過計算之後會得出咗平均值同標準差。由於人嘅神經信號並非係固定單一嘅頻率，例如並非每一次都係100，可能介乎於110至120之間。標準差可以擴展識別範圍，確保咗即使信號有所波動，仍然可以穩定地觸發到相同嘅動作。咁我哋嘅運作模式就係希望客戶只係需要做1至2次嘅測試。如果客戶係只需要1隻嘅機械手，我就會請佢用2隻手做相同嘅動作，而其中1隻手係作為一個參考對照，咁俾我知道佢依家係喐緊活動嘅係邊一隻手指，而跟住我哋就會將佢嘅數據結合埋我哋喺系統揾到相近頻率嘅檔案裏邊結合埋一齊，跟住計算得出佢嘅平均值同佢嘅標準差。而我希望呢個作品係以一個更加便宜嘅成本同售價去幫到更加多需要嘅人。我就會喺一啲例如係材料上面啦 ，3D print 嘅材料，或者喺一啲伺服馬達上面去節省一啲成本。而我希望喺呢一方面可以節省一啲成本去幫到更加多需要嘅人，亦都希望佢哋可以負擔到。